好气你少丁杀父大江报革命党又被抓了一大批看吧哦哟，是的啊，奶奶早就跟侬讲过来，上家买宝嘛，你要大喊大叫个招人生意，为啥无人家的侬讨人欢喜？奶奶啊，少廷为啥要是革命党啦？哦，听老爷讲啊，伊人没好好叫念书，结不稳无脑。那些革命党姑姑不怕死，背地里呀，人人都夸他们是好样的。哎，人都死了，还刚好做人。奶奶，奶奶，来放，啪！说冤枉的，万岁！啪！国民革命万岁！啪啪！400万同胞万岁！哎呦，是的啊，农夫要困了地浪想不想了？这样子啊，要落下病根啊！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稳当！老爷又到少奶奶发脾气了。丈夫一天一夜不回家，你已经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啊，是朋友约他去。朋友也是那个日本留洋回来的女人来寄去。你是他的婆娘，怎么能由着他和那种女人厮混？啊，是他和他在一起，这是说实话。他能和你丈夫身上一天一夜，怎么没有见你和他身上半个时辰？公公教训的是，媳妇也一定与他多说实话。夫妻相辅成器，以后你要叫他少出门，多念书，官上时来运转，得过一官半职，也好去夫家祖宗添些光彩。可是他说，当今世道，谁要救国？祖母，就凭着他们这帮孙婿的也想救国。告诉你，实在由着他这样胡闹下去，长下下来，为你斯文。是。快来去，杀革命党喽！杀革命党喽！
家为大事谁不懂？家为他，爱为我否？身挂夜深如寒，快回房歇歇吧。你先睡吧，我晚有要事要出门。啊，公公关照，要你少出门，多念书。这世道年事有用啊！公公万岁，娘你以后再也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啦。胡闹！我们反对皇室政令，举国强亲，官场和恶，这难道是胡闹吗？这为妻不懂。你先回房去吧。啊，是。祈求一同到万为王，心为激荡。决定拒你了。这就是他。好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，踏过一场了。是的，半夜举你设备，这身份要落地呀！你他妈我！孟子云：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是今王室无道，举国无道，列强无道，死万民心在我们这边，我们一定成功。”牵挂，你有情，须顾惜。是大娘，你要想仔细，急流永配。
子也不吐不快。那就是吧。你我相识一岁一年，是你让四大在苦闷中觉醒，是你也四大加入同门会，是你令四大使我心生大。祈求四大就想告诉你，四大的婚姻内无情作之，没人错害，终身不我有能内我。始终与你相守，令四大心中之事，先让他放在心中。不，四大可以炮轰而生，不用炮轰而生。技巧，谁？你？你们嫂子，你们在做的事是不是很危险啊？嫂子是在担心祈求于四大。哦，不是的，我是很是气不明事理，不能为他分担些什么。有你和他在一起，我这心里好过多了，好过多了。技巧，嫂子，放心，是的，我们走。好。公务成功，给着问题喽。去了趟你死了！哎呀！真没想到，那么爹妈两个穷死的，我能到后堂7年死嘞！少爷当然心乱上，姐夫儿用错他当，来些日子怕若雨，中傲气名下扬，他们都是革命党啊！这个我跟他也在啊，令我也在光。奶奶呀，你去少爷讲一讲，考古把个铃铛。
辰光有空啊，奶奶去搞。真的呀？好奶奶。哎，奶奶，我是请教你的功课秘籍，是呀没有？哎呀，我会得忘记啊。那奶奶我啊聪明哦。好，来。一拍一，转子正体面，共我正体成；二拍二，清朝皇帝面，民国总统人；三拍三，最后十万年，太平日家。哎呀，我死到了！哎呀，死到了吧！哦呦！祖宗啊，祖宗！四大儿，当院长，家门光彩，是无脑，他完整闹成。许皇帝殿长远，为臣上香不自在。莫道祖宗不明白，闻此讯我也是莫等口眼。难传承，但愿等官家兴，陈康泰。父亲，你这是去祖宗保佑？父亲，事到别了，你也给问问老脑筋了。文章王，这世道这边也便不是儿子可以教训老子。好，那就请老子教训儿子吧。听着，乱世主管，好自为之。父亲，请官放心，儿子已经想好了。
第一步，审他是而树立民情；第二步，刑八非而正当列法；这第三步。是的，公公，是的，我们的小龙儿已经开始长牙了。这第三步两口呀，又把游戏整治一本，可好看呢？第三步，昨天夜里龙儿哭了，我还以为他饿了，为难他又不肯吃，原来他是要起夜撒尿呢。我们的小龙儿已经懂得起夜撒尿了。儿子，你须知道儿子，此今你是园长夫人了，就应该多关心些国计民生。国计民生，记住，儿子思想，国家是他。儿子思想，国家是他。你呀，好好爷爷身家祈求，别总围着儿子当尊重。可祈求他要是有了儿子，他就是有了儿子，也不会像你这般婆婆妈妈让人心烦。父亲，这第三啊，只要一当官，就会当官强了。走，快快我那小镇子去。父亲。
驸马，这本书是送给素英的。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你前几天送来的诗，我还没有送去呢。哦，喏，在这里，好，我直接送去啊。看你成。哎呀，哎，驸马，四大，哎呀，四大，你在想什么？哎，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，一定有好消息吧？只有好消息呀！哦，孙中山先生宣布，实行明治共和体制，中国等地有望了。想不到你我之辈竟可以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，全新的国家，多少年了，就盼着那一天早日到来呀！到了那一天，你我都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祈求我早就安排好了。啊！这一盼啊，就盼上那一天，生在故国万地，到那时祈求愿做教书家。华夏是11分辛亥年，每每好是我们过来不容易，怎也不能小一伢子啊不偏心。对那道理满天啊响。到岸边，祈求我寸寸安慰慰，寸寸慰慰，跟他了一双老花衣。烦呐！哦，宽呐！烦呐，宽呐，落落糊糊涂天啊好，安排得好。不过，四大更向往于一位心爱之人，相对而坐，谈天色地，爱意龙生，那该多美呀！你少酸吧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一位心爱之人吗？心爱之人吗？
自己哪有言心想作秀？你看，还有一大堆文卷等着你，我上你修给你。这有何难呢？来，这边来。来修守护的我，自泪滚滚。金气光光来救夫君梦算见泪祈求当时情形，修书因为的是祈求银心，悲祈求公公前来将行。恐怕几位八方人，看他情景人在话比江色无的自用心灰意冷
伤痕，死难配好夫君，儿拉儿你今日千万要上进，要一生领人敬重的好本领，为娘无言留在此，娘情愿化作一位三本情深。父亲，我想去看看素英。你我跪下！父亲，跪下！老爷，老爷，我问你，这切菜之人，素英他犯了哪一块哪一条？你定要修他。是个呀，刚刚祖国就变脸，想做人事没啊？哎呦，还好啊，我看见，否则少奶奶就没命了。少爷，快去认个错吧，快呀！父亲，素英却无故错，这是儿的祈求，爱慕一生，一直不及亲人难忘。父亲，儿想堂堂正正娶她为妻。糊涂！男人娶老婆，为的是顺宗接代，享用起居。那新来的官比你还大，你用得起吗？啊，是个呀，那屋里向啊，苞米烧蛋，卡着烧地，炖屎炖尿啊，你能做吗？他都做了，要你做啥？你子素英他险些丧命，你还不思悔过？那趁他现在还有一口气，你亲手去勒死他！只要他今日死了，你明日便不娶那个累积去为妻，既想三心，所以就给官子官位。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老爷，你父亲，你父亲，啥要拉死素英？儿子宁可死去去死。今日儿在西夏修书，霎时犹豫再三，不料被驸马送去，心中一丝不安。儿子怎么想到素英宽起手上，竟为这般纠结？儿子虽种爱慕祈求，断不肯为此黑人啊！从今以后，儿子宁可斩断情根，善待素英，秉持产业，一心国事，再不提休妻，再不谈情爱。父亲，你就饶了儿子吧！你呀！嫂子，嫂子实在很死的吧？那么嫂子实在很我祈求了。
请留下遗书一份，遗书免得牵累他人。好吧，你是不行。为戏不孝，是愿其公公而去。为妻不言，是愿其上主而去。为母不良，是愿其由此而去。我不是四愿的，我不是四愿的，我不是四愿的。那就随我去上告你的丈夫，洗心炼狱，休妻毙命。不，那就与四大当命了，明定死地。不，那就保上龙儿，愿在高兴。你这短奴才，难怪四大要休妻于你。你怎么忍心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素英是从假借四大，一向安分度日，夫唱妇随。既因你来了之后，他在心愿已马文不收拾。素英明白，人在近，人见识，都不缺于你。素英更明白，他是真心喜欢你的呀。继续，嫂子我求你了，嫂子，恳求你过门来，为求无惧，名为亲，实为妻，将他心碎。你只为母是内，你心要女婴共济共悲，所以我生前为他做女娃，死后为你做马女。为你背呀，你来承受心必定，谁为求你不成
陈秀说你不曾是个一下妹，你可原谅门事啊，且不管大这生儿空，因为嫂子啊，嫂子啊，为人总该是珍贵。天高地广，你要压在再肯嫁接死他？不，莫非你是有意戏弄死他？不，莫非你已经有了身家？不，那你为何不曾见素英，不曾见死他，不曾见你死计呀？因为既秋生立下大事，我就不办婚人家死必有保佑不讲，因我立下4次他死，被你替人誓不报仇。你杀了自己的母亲。雷季秋原名雷小爷，那年父亲跟在秋瑾做着光复剧，秋瑾身为女子，潇潇洒洒连路未到，轰轰烈烈组织武装。这样一说，乱生都管不好的大同有党都办得红红火火，争气昂扬。乡民们说他不顺妇道，士绅们说他为了风华，可小燕却快明白了，女子可以像卵子一样抛头露面，一样出世为人，一样心中保护。正当小燕决心在秋瑾之际，朝廷突然发兵，大同有党传召学习，四横遍地，秋瑾当场被捕，判决死刑。娘舅今天传唤，谁在告密之人？为是我的亲生父亲。秋瑾被处决的那天黎明，我偷偷光复营上，只见他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面对刀枪，他朗声说道：“中国革命从来暖儿多先生，秋瑾苦难，本为女奸，第一人。”金团生
大土真心，生死关口难舍名字，为你关诚心，上去是宝鸡团，上传你对身气流，跨城家门，既是笑意，不随你，皆因我背负着羞耻血在中前进，先父随你该学习，英雄你只需继承，笑颜不管对门子。你当真要随此也生千年八代中国女子，前路茫茫，路何行？相夫教子是一生，终老归来是一生，青灯望君是一生，为他中美事也是一生，笑意鸳鸯求金女，为他中美事一生，事业欢小叶，姐姐啊，有些明白了。姐姐，我敬佩你。姐姐，苦姐姐，我的心里为你难受呀。姐姐。袁世凯这一恢复帝制，孙中山愤怒，号召讨袁，南方军传召失败。汉克也在枪毙革命党53名，武昌审判革命党800余名。笑。袁世凯为父弟子气内讧，孙中山讨袁传派这营中，管不得
来几曲言语多几分，是他儿苦闷常在，在酒中。在进行当此暗杀革命党，为自他担惊受怕，忧心忡忡。他们吵什么？雷先生说，今夜要响应二次革命，武装讨袁。那少爷怎么讲？少爷讲，别次讨袁已经失败，今夜武装军营内飞蛾扑火，冒险早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雷先生就他手里说道：“这是中国命令，谁不服从，追就是破毒。”老爷，小少爷的人发病，四肢乱抖，叫少爷去请大夫，可少爷正与来先生。老爷，我去。不行，外面很危险，导致这场革命党啊！杀对就想当革命党，将来像少爷一样做大官，当院长。我走了。三队，哎呀，三队，驸马来，今晚上你听我宽进士的，不要让他出门。哎。快来看，杀革命党喽！杀革命党喽！革命万岁！轩辕皇帝万岁！4万万同胞万岁！进行第二次革命，我们死了那么多人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再加第一次推翻，为什么还要恢复第一次？为什么还要再进行二次革命？啊，你怕了？我不是他，是从全家同盟为生死关系，何人追乎也下位，何人退乎也不如。我怕你宽你。就萎靡不振，冷血革命万夫容伤。你就不能振作一点吗？振作？难道你心中没有牢骚，没有疑虑，没有悲哀吗？有。
人罪恶，我们以脚步之力抗争先决，明知无妨，但我们真的是不求的精神，不死的希望，不灭的光明是的。四大不是不明白，四大是想问问你。时间紧迫，我还要去总部联络。季秋，继子，今夜三更结账为好。姐姐，去你。季秋，季秋。季秋，四大是想问问你，自古这2次革命成功了，还为这次有冤死开吗？还为这经历3次、4次如此革命吗？路茫茫兮雪道远，上下绝诉天地间，天地
路漫漫行，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呀？是你是问是迷茫，心难成追，更彷徨。唉，且莫一缕千丝情，更听几曲往前唱。想当初举你慷慨去，今夜了，巧为何不曾告别妻子老父去门墙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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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龙儿平成这样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是你说今夜有大事啊！哎呀，大事大事，什么大事能与儿子相提并论？儿子是大事，儿子不是大事，什么才是大事啊？什么才是大事？你说，你讲啊！是的。我真是急糊涂了。好，等我去请医生。哦，不用了，沙头已经去了。你歇会儿，我去见乌纱来。不用了，今夜又要娶你了。今夜娶你？唉，当初随你生心在我，今夜娶你拼死一桩。拼死一桩，无事的，我怕死，生总是要死的，可到底为谁而死？为什么去死？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给追了。今晚上随着老婆儿子，哪里也不准去。父亲，你要是敢跨出这家门一步，我就当断你的双腿。父亲，面临绝境，生死一桩，儿子不能不去呀！三子，你为的宽一宽，为母一事，风烛3年，我不了几日了。是的，父亲，为母只有你，
一股儿子啊，我的孩啊！曾为你不负责的当女马，曾抱你思想把你去内忙，你可面对美人眼不瞎，你笑我手捧离去你也讲，教父你妻子那情急所往，当顾你去都是年成情法，到自己过去儿显贵发达。看求你，愿你乱日万分最今年，叫老夫死也牵挂，死也牵挂，我的儿啊，父亲，求你留在家，父亲，父亲。父亲，你就原谅儿子吧。父亲。跪下，告诉你丈夫，他一定要娶你，连看就去死。不，公公，求我岂肯放他去不见？听他言房子里间一再见。公公啊，你上次为人越显眼，心你传说不能骗。事到今朝实不去，他日里何眼里走？在神间
你懂什么？想想来多不多，今日一查恰明白。倘若是家家不放清晨去，去年定算为设备，到那时，人人这，人人在，中国人的高言千刀万国事业，不是今朝报成官，相顾在家。你是谁？与其在家等死，不是跑断披萨。与其在家等死，不是跑断披萨。来哉！救命菩萨来哉！老爷、少爷、少奶奶，石头去请大夫，大夫不肯作证，私下2月3计，真保小龙太平。石头呢？石头啊，不要去地了。当老爷，我就看见伊连日夜晃晃悠悠、不紧不慢的啥呀？气得我一把抢过牙，先回来了。石头，石头！哎呦，侬又要脏戏了！石头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嘘，石头，侬哪个来？石头，侬哪个来？啊！他们抓住了我，我是肚子痛，想拉屎到了，他们就开枪了。少爷你，少爷，他们都是我是革命党，我就是当了，对吧？谁都知道，革命党最听话，最不怕死。谁都也最听话，最不怕死。革命万岁！那谁都是革命党，现在是，将来是，永远都是。少爷，侬讲对吧？对，石头，我们的石头永远是革命党。石头我总算是到了。那石头也来了革命党了，明白？石头啊，侬不要困了地浪想不想了呀？这样子啊，要落下病根啊！来，跟奶奶回去。石头，不许跟奶奶拉皮，听闲话，奶奶啊，搀侬回去。
来。为妻，奶奶陪你一起念书，一起问功课。奶奶我啊，聪明个。来，奶奶陪侬回去。孙子真体面，公务真体人，亮啊亮，清朝皇帝面，民国总统人，三啊三，为母等你回来。摸尽了娘的宝宝，睡梦的一睡睡到天刚亮，儿无英勇敞开心。要不是技巧为我挡了一枪，我就死定了。妹妹，谢谢你救了四大姐姐，我们舍得了。妹妹，技巧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杀手。啊，是的。先生是要开始大受不了，这是中国统治的命令，你速去通知他们，一定要在天亮前撤离江镇。好。这里有血溅，快！A 加 A 我的事，是大不许你离开他们，你才会出门。技巧，老子往那会场哭一逃生，我们一起走。我已受伤，无法走远，你们快走！小月，不用担心，我身上绑有炸药，万不得已，所以他们同归于尽。哦，小月，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为了苏英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你的老父亲，为了中部的同志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！快去通知他们！记住，是的。
条大路，可以通向明天。路漫漫细雪桃源，长啸去溯天地间。桃尽沧桑路，牵着八位，牵着八位总相牵，总相牵。路漫漫细雪桃源，长啸去溯天地间。他浪淘尽沧桑路，牵着八位，牵着八位总相牵，总相一声炸雷，天摇地我深深的人儿岂可望？可一声笑颜，好美美。深夜悲壮，死也越悲壮。
从小眼里是为我上学在，分身赛过你堂堂，二十头小小年纪早强。杀呀无马伤心，疯癫王，为什么好人遭人伤？为什么世道不让怨不得是得他们多无脑，将水中试卷换高墙，谁不来好日子就不到几时当，欢声起舞往后不闹一场，只盼世界能太平，只盼人间多安家，只盼世家多欢喜呀。好人们安居乐业，把天下。他要将这骗子接到他自己的腿上去呀、他是还家的，可我们心都当真的还命了呀！祈求。
你好是轰轰烈烈观天风，惊叫我凄凄诉声梦，今日万民和谐民，拼一世愿与你同道做归勇，曾见狂澜无力外，去将这不死的希望变自绝罪黄土中。儿郎有得何生不懂，所以待儿将来长成告诉他寄去回国献中用，告诉他杀头为他私从用，你要告诉他莫从地区要与你当回国家，请他中欺瞒模样为无恙，一生去说万梦中。头在林中啊，
心已久，无情于龙儿，就托付于你了。是他，你是气的半日气的天，气尽你心里是神仙。你良心比人好，心你志气比人坚。如今祈求托付在你间，岂能不为他一言？是大呀，我的夫君啊，共有千难与万险，岂在你举同志本见中，生生世世就无怨言。生生世世就无怨言。素英，我的哈爷亲。一起追，快带着母亲与龙儿一起送信去城。他们要抓的城是我这一追就不会放过你们。快，所以快去！是我们走。